我成日都講親密關係點運作㗎。我經常都說親密關係是怎麼運作的。你首先要搞清楚你想要一個點樣嘅配偶。那麼，首先你要搞清楚你要一個怎樣的配偶。我要一個對生命有愛啦，我要一個對生命有愛、願意學習啦。願意學習，我要一個同我共同語言啦。要一個跟我有共同語言。我想要一個有智慧啦，我想要一個有智慧、懂得感恩嘅人啦。懂得感恩的人。啊，你整個清單先，你先寫一個清單，然後點做啊？然後怎麼做？然後你先去成為呢一個人。然後你先去成為這個人。你越接近呢一個人，你先能夠吸引到你眼中所想要嘅異性出現。你越是接近這個人，你才能夠越容易吸引到你眼中想要的這個異性的出現。你想要一個溫柔嘅人，你想要個溫柔的人，咁你最好唔好太過霸道咯。那你最好不要太霸道。你想要一個佢好勤力嘅人，你想要一個很勤奮的人，最好唔好太懶咯。你最好不要太懶。你要成為呢一個人，你先可以吸引到相同嘅人走到你身邊。你要成為這個人，你才能吸引相同的人走到你的身邊。